选调。我国的上帝啊，你的责备一个发出，车马拢困动眠，独你是通惊的。你的受气一个发出，治罪伫你徛你的面前徛袂牢。你对天灵予人听着判断，地就惊吓静静，就是上帝起来审判，要救地上一切谦卑的人。人的受气的确互你得到娱乐，其余的受气你要禁止。恁着对恁的上帝要欢喜愿搁谢愿。四位的人着早礼物贡献伫通敬畏的主。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先一同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感谢神，今天是神复活的主日啊！我想先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跟前后左右的人互相打招呼，互相祝福说，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是的，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他赐下他的爱子耶稣，为我们的罪定在十架上。如今他已复活升天，他胜过一切的死亡权势。在今天早晨，让我们带着一颗喜乐、感恩的心，我们来赞美我的救赎主，他永远活着。哈利路亚！知道我的救赎者，他是永活的主，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这一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主，我知道你永远活着，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美。宣告他永远活着。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
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你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让我们拍手，将颂赞、荣耀、权柄归给那位已经复活得胜的主。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赞美你。主，我宣告，主，你永远活着。主啊，你胜过一切的死亡，胜过一切的权势。主啊，你已经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全是因着你的恩典。主啊，你受刑罚，我们得平安。主，你受鞭伤，我们得医治。这是你十架的爱，这是十架的恩典。让我们一同带着敬拜的心，我们来赞美，这是十架的爱。哈利路亚！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你甘心卑微顺服，舍命在十架上。谦卑的君王，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我的意志因你鞭伤，如今恩典我心感恩。十架的爱何等奇妙，超乎我所求所想，洗净我罪，脱离污秽，穿上公义洁白衣裳。十架的爱何等奇妙，我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带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十架的爱。再次来赞美，他是谦卑的君王，谦卑的君王，你是荣耀的君王，荣耀的君王，你甘心卑微顺服，舍命
架上，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我的意志因你悲伤，无尽恩典我心感恩。施加的爱何等奇妙，超乎我所求所想，洗净我罪，脱离污秽，穿上公义洁白衣裳。施加的爱何等奇妙，我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带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施加的爱何等奇妙，超乎我所求所想，洗净我罪，脱离污秽，穿上公义洁白衣裳。施加的爱何等奇妙，我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带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施加的爱。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这时候一起来祷告，我们来纪念耶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留下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在这复活的主日，让我们一起来向神献上我们感谢的祷告，感谢他的十字架，感谢他的宝血，让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献上我们的感恩。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是的，施加的爱是何等的奇妙。主啊，超乎我们所求所想。主啊，2000多年前你为着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如今我们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主啊，乃是因着你的恩典，是因着你的慈爱。主啊，因为你已经复活。主啊，我们说复活在你，生命也在你。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这施加的爱是我们一生要来歌颂，一生要来纪念的。主啊，因为我们相信你，所以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主啊，我们要不停的来说，主啊，这施加的爱是何等的奇妙。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施加的爱何等奇妙，超乎我们所求所想，超乎我所求所想，洗净我罪，脱离污秽，穿上公义洁白衣裳。施加的爱何等奇妙，我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带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带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施加的爱。
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这十架的爱使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主啊，我们要来歌颂你奇异的恩典是何等的甘甜，临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使我们的罪都已经得着赦免。主啊，在你的里面，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主啊，谢谢你将我们的生命寻回，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向你献上赞美。哈利路亚。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再有捆绑，我已得释放。我救主耶稣已付代价，丰富恩典尽充满我，永恒的爱，奇异恩典。我主应许美好无比，盼望永不失去。有主作为，盾牌福分，我心不再畏惧。我主应许，我主应许美好无比，盼望永不失去。有主作为，盾牌福分，我心不再畏惧。
再有捆绑，我已得释放。我救主耶稣已付代价，丰富恩典尽充满我，永恒的爱，奇异恩来宣告，不再有捆绑，不再有捆绑，我已得释放。我救主耶稣已付代价，丰富恩典尽充满我，永恒的爱，奇异恩典，不再有捆绑，我已得释放。我救主耶稣已付代价，丰富恩典尽充满我，永恒的爱，奇异恩典，丰富恩典尽充满我，永恒的爱，奇异恩典。是的，亲爱的救主耶稣，主啊，你虽被钉在十架上，主啊，但是如今你已经复活。主啊，我相信当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来赞美、来敬拜你的时候，主啊，我们都要来领受这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因着你奇妙的恩典，你将我们的生命来赎回，使我们都能够成为你所宝贝的，在神国里面的儿子的女儿。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捆绑释放下至，主啊，奉你的名宣告，在今天都要被挪去。主啊，因为你已经复活，你已经战胜了一切的死亡。主，我们感谢你，愿你配得一切所有的荣耀、颂赞和权柄。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这样子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咱这时献开圣诗127首。哈利路亚，伊有高我，咱的主出亡过去，以战赢死实的权势，天使报圣徒欢喜。哈利路亚，伊有高我，永远我拢无过死。哈利路亚，伊有高我，永远我拢无过死。请咱起立来敬全首。是
咱即时用出声，用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请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即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主边，亲像家己。即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哈利路亚！主耶稣，你有告我，阮伫遮吟诗唱歌学了你。阮感谢你，为着阮的罪受钉死伫十字架顶。你予十字架本底是见笑，本底是天笑，总是你予伊成做荣光的十字架。你将阮救赎来赎回，成做你的子民。你予十字架成做荣耀的记号，阮就得着救。阮的罪，因为你拍破肉体，你拍破你的宝体，流出你的宝血，洗净阮的污秽甲罪过。阮感谢主，你会听即款的无限。阮也感谢你，将你的宝血，搁一摆来洗清阮一切污秽甲垃圾。也感谢你，因为你的死，带来阮有盼望，互阮的性命来伫遮得到上帝你的恩典满满。阮求主你帮助阮，伫下早起所有来到伫你面前的众兄弟姊妹，拢带着一粒较无的心来亲近你，互阮知主耶和华是阮的主，是阮的王，是阮性命一生的盼望。互阮单单倚靠你，成做得胜的行儿，也互阮来到伫你的面前。阮是为着要亲近你，甲主你相拄，互你的性命成做阮性命的盼望，甲永生的看见。伫即时，阮也求你帮助，伫传道伊所要讲的信息，对你所领受的，互阮来明白，对阮来提醒，互阮搁一摆对你的话语带着较无亲像落翕无溪水一样，来较无主你的话语来滋润阮的生命，互阮的生命对安尼来得到成长，得到起造。阮搁一摆将下早起所有的敬拜、学乐，甲恭敬伫你的面前，交托伫你的手中，愿主你掌权，愿主你引带，互一切所有的敬拜，拢得到上帝你的甘纳。阮安尼恳求祈祷，感谢，拢是靠主耶稣的圣尊名。请坐。即时咱要请主日学来献诗，天国的子民，天国的子民。
人看见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上帝的宝贝，我们是光明之子生儿女，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要彼此真诚相爱，我们要活出圣洁生命。让世人从我们身上闻到耶稣的馨香之气。我们要在主里面合一，我们要活出爱的生命。让世人看见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天国的子民。让世人看见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天国的子民。耶！复活节快乐！耶稣爱你。耶稣也爱你们。咱即时来掀开信息后壁面启应文。启应文34篇，以赛亚53篇，显着我来刻咱来印。咱所听见的有志追是哪？因为伊伫伊的面前是中亲像剪剪的影，也亲像筋发伫大地。伊无好形状，无好威仪，咱看见伊受看轻，互人放杀。伊受看轻，亲像迄个互人黄面黄看一样。伊实在担当咱的忧闷，背咱的苦痛。若是伊为着咱的过失受伤，伊担当刑罚，咱得着平安。咱拢亲像羊迷路，伊受压迫，拄着艰苦，犹阁无开喙。搁亲像羊伫检问的人的面前无出声。伊对压迫甲审判受处气。伊虽然无行强迫，喙也无有诡诈。伊放杀性命到死，伊也立伫罪犯的中间。即时咱要请圣歌队来献诗，一个礼拜日的早起。
即时咱要来看上帝的话，有两位吼，一位是伫马太福音28章，马太福音28章，咱要为第5节看到第6节，显着咱做伙来看。天使应遐个有一人讲：恁毋免惊。因为我知恁伫找顶十字架的耶稣，伊无伫遮，因为伊已经过活。照伊所讲的，恁来看主所到的所在。咱搁来看一位哥林多前书15章3节到4节。哥林多前书15章3节到4节，咱做伙来看。因为我所受来传互恁的，第一就是基督为着咱的罪死，圣经所记载，搁有埋葬，第三日过活，也照圣经所记载。上帝话咱看到遮。即时咱要请传道来证道，伊的题目是“伊无伫遮”。主耶稣基督，伊确实为咱搁活。当今仔日咱咧敬拜而乐的时阵，咱规个敬教会带着欢喜的心的时，心中敢若亲像一个真大的愿望，就是咱的救主已经对死搁活。今仔日咱的敬拜而乐，咱的圣歌队所吟唱，有满满的感动，因为咱大家拢用一个敬畏的心来迎接主耶稣。主耶稣基督伊即马就伫中分教会内底，主耶稣基督的宝座设立伫咱的中间。你敢有感受到？无论是单单主日学咧唱歌的时，咧敬拜而乐的时，圣歌队的队员咧唱歌的时，咧而乐的时，又调长老咧指挥的时，阮相信主耶稣基督踮伫咱的中间啊！兄弟姊妹，你敢有安尼确信？你所信的主一定对死人中搁活。咱要搁一摆阿头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伫欢喜的日子，主啊，相信你一定对死人中搁活。主啊，今仔日的经文，妇人人带着香油要来为你吃香油。主啊，不过坟墓一定空空。主啊，你一定无伫内底，你一定无伫墓内底。不过天使讲，恁来看。
主啊，阮知，当阮看见的时阵，当这妇人人看见的时阵，就是已经是一个事实。主一定为咱死过活。主啊，你的过活，互阮代表一个新的愿望。你的过活，互阮无搁惊吓死亡。你的过活，互我能当因为你的保护洗净阮的罪。主啊，感谢你，我们欢迎主你伫阮的中间。愿主你的圣性充满阮每一个人的心中，互阮大人会当有受教的心，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愿主你的圣性引带阮，互你的话语互阮讲的、甲听的，拢做伙来领受。主啊，感谢你，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伊无伫遮，伊无伫遮。今仔日团队要用即个经文20经文的所在，要来讲耶稣基督无伫遮。当即个即个妇女要来去找耶稣的时阵，耶稣无伫遮。今仔日咱是过偌主日，毋知咱大家想到过偌济的时阵，你会想到啥物？我想有可能国校拢会画彩蛋啦。哇！即个彩蛋有可能足侪形式的吼，特别来中文教会了后，看见咱的姊妹用即个线啦吼，咱的主理用线咧过即个填即个彩蛋啦，哦，真有创意啦吼。不过，即个彩蛋到底代表什么意义啊？即个彩蛋代表个亲像一个新的生命、新的希望，是一个国活的开始。咱会开始有自餐。开始吃羊排啦，吼，有诶教会吼伫即个过程中间会食羊排，要来庆祝即个主耶稣基督诶过活。不过除了这了后，以外，其实过偌济的意义是啥物？过偌济意义是耶稣伊真正对世人中过活。那你兄弟姊妹，你敢有确信你信的主一定过活？你要安怎来确信主耶稣基督一定过活？咱要搁一摆来对圣经来看，耶稣基督到底有过活无？兄弟姊妹，其实咱的人生中间有侪会无确定。什么叫无确定？咱每一个阶段拢有无确定性。你咧做学生的时阵，咱的高中生要考试的时阵，对大学要去对无确定。大学毕业了后，找工课也无确定。咱有可能结婚也无确定。有可能买厝买车也无确定，有做也无确定。不过，咱看见咱拢习惯要对即个无确定的中间，要找一个安定感要找一个安全感想要更加知影讲，到底我的未来伫倒位？到底我的囝儿是谁有一个安全的所在无？安歇的所在无？所以，咱有可能一世人咱咧找一个答案。所以咱来看到讲，咱的世上有侪咧算命，是安怎样要算命？算命是为着啥？敢知影？算命是为着要知影未来啦，为着要知影我的未来有好势无啦。算命是为着要透过即个命理师会当期待讲，你未来应该爱做啥物，做啥物，才会当得到啥物啊？咱有可能伫西方要看星座来看，咱今仔日有好势无？咱今仔日的幸运色是啥物？咱今仔日袂当去对，袂当去对，爱看时看日啦也是讲有侪会测你的运势的才有诶无诶拢为着啥物？要知影我未来会当安怎来避免安怎来得到财富等等遮诶。咱拢有可能真有兴趣去问去探索啦，为着拢是要得到会当确定安稳，得到一个安全感不过咱真做基督徒，其实毋免透过遮个方式因为咱知影咱生命一切，无论过去、即马、现在、未来，拢伫主耶稣基督的手中其实咱已经有一个真确实的应允，就是主耶稣已经过活。要讲过活之前，咱需要来看什么是死亡有过活之前，就是爱讲死亡咱每一个人有一个生，就会有一个死嘛。也代表讲，其实咱每一个人拢爱面对着死亡死亡常常感觉互人惊吓，感觉互人看袂清楚到底什么是死亡。有可能死亡是一个生命的结束，
生命的终点啊！不过兄弟姊妹，你敢惊死亡？当咱今仔日咧庆祝过偌济的时阵，也代表咱相信宣告，咱信的主已经赢过死亡。所以兄弟姊妹，当咱相信的这位主耶稣基督，伊已经赢过得胜这个世间不可逆的一件事情，叫做死亡啊！那呢，你还阁惊什么？那呢，你还阁咧惊什么咧？今仔日的经文也有两个所在。第一个要甲大家来分享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一定无伫即个梦内底啊。首先，咱要来看马太福音28章第5节到第6节，讲到耶稣伊死了后搁活第3天，就是7日的头一日啊。也因为耶稣奉大的迄天是安息日，拜5的暗时，受到即个律法的规定咧。安葬的过程中间是非常的紧急啦吼，因为袂当伫即个安息日做代志，所以安怎草率的甲安怎甲耶稣去带啊。所以这妇女必须爱到拜6的安息日过了后，就是今仔日礼拜的第一日，才有法度真正来去替耶稣基督安怎处理伊死了后才会工课啦吼。正常传道有讲过啊，犹太人咧面对即个过身的人的时阵，拢爱抹即个香油啊，爱甲伊抹起哩，因为安怎爱藏会臭啦，这也是对一个死人一个真尊崇尊重的一个文化啦，所以因真看重这，爱去甲耶稣抹香油啊。不过，当这个妇女准备好即个香油的时阵，要照犹太人的传统，要为死去的耶稣抹香油的过程中间。你想看卖一个，若是你是这个妇女，你带着这罐香油，你的心情是啥物？你带着什么款的情绪？你的想法是啥物？咱常常咧看圣经的时阵，必须要安怎？甲这个角色安怎当作是你家己来看？当你甲我是这个妇女的时阵，你面对着你性命的主，你性命带领你的老师过身的时阵，你心中有艰苦无？你心中有绝望无？你的心中有感觉未来充满无确定性无？尤其耶稣基督面对着这犹太宗教领袖的压迫的时阵，这门徒跟对伊的人，常常安怎不知所措啊！哇，带领咱的老师竟然无去啊！伊走去倒去啊？当因一大清早要来望的时阵，为着是要来找这个已经死去的耶稣啊！找死去的耶稣啊！他心里面带着难过、无助的心情，要找的是死去的耶稣啊！不过当因到伫现场的时阵，耶稣一定无伫内底啊！兄弟姊妹，搁一摆来想想，你若是妇女，当你甲这个梦拍开的时阵，耶稣无去啊，你的心情是怎样啊？我想有可能这个妇女会感觉戆呀，感觉惊吓。耶稣走去倒位去？敢会是伊互人偷摸去啊？当这个妇女也阁毋知要安怎的时阵，当因伫这个惊吓的情绪内底的时阵，这个时天使出现啊！对因讲，毋免惊，我知你要找的是迄个红顶十字架的耶稣，伊无伫遮，伊已经过我，照伊所讲的已经过我。耶稣基督一定无伫梦内底啊！兄弟姊妹，这个梦常常代表是啥物？一个死亡，一个结束。不过耶稣基督伊无结束呢。耶稣基督伊无死呢，耶稣基督的死，敢若亲像是一个结束，一个终点。不过，伊已经对世人中过我，伊的过我代表什么？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伊的过我是代表什么？伊已经赢过失败，伊已经得胜啊！兄弟姊妹，耶稣基督的死对这的门徒来讲，亲像失去一个方向。可亲像即摆伊现阶段的生命已经失败啊！当伊失去生命中的主的时阵，亲像人生无任何的目标啊！
兄弟姊妹，你敢有安尼的处境过？感觉家己的性命有够害的，感觉像做啥物拢无法度，做啥物拢袂晓，敢若亲像安怎？人生是真曲折啊！敢若亲像无法度有任何改变的可能性。若准讲过去的伤害安怎造成我即款的个性？我真负面啊！我真后黑白想啊！我真要紧人会讲话的话语，我真要紧人的眼光啊！因为我伫过去的中间受伤过啊，感觉家己的人生够失败的。面对人际的关系，我袂晓；看到家庭的关系啊，真无忙。看见家己面对这个工课，面对着学校的课业的时阵，哇，真失败。敢若亲像家己的人生安怎，已经安怎走投无路啊！敢若亲像家己的性命已经行来到望头前同款，无望啊！敢若亲像我的性命已经注定好势，要成做一个一生的失败者，一生安怎无法度举起头，一生就安尼啦尔，根本无有可能有机会改变。根本无有可能有迄个新的愿望，伫迄个绝望的中间，主啊，我感觉一定就是安尼啊！咱的教会该像是安尼啊！面对着事工的时阵啊，敢若是安尼啊！当阮的事工服侍面对着即个挑战的时阵，主啊，敢若亲像安尼啊！不过今仔日主耶稣要对你甲我的性命讲。当你的人生，我的性命，咱的教会，敢若亲像行到望头前的时阵，主耶稣基督一定对咱讲，伊一定赢过死亡，赢过一切的罪恶的款式。伊除了过我以外，也代表什么？伊赢过死亡，赢过罪恶，赢过一切的痛痛，伊战胜一切的罪恶。当咱行失望的时阵，当咱行伫失败的过程中间的时阵，当咱的性命亲像咧行即个死亡的时阵，耶稣伊讲，伊一定为你甲我的性命对死人中过我。天使甲这妇女人讲：你们来看，你们来看啊！恁来看，这个看代表什么意思？毋是天使讲的准多煞。是叫恁来看，见证耶稣已经无伫梦内底啊！耶稣伊是一个跟我无法度改变的事实，伊已经赢过啊！伊已经赢过死亡啊！兄弟姊妹，咱的救主伊即马活着，伊的个我毋是敢若一个灵魂、灵体的个我那尔呢？伊的个我是一个肉体的个我。使徒保罗伫哥林多前书15章第30到第40讲到，伊所讲的、所传的福音、所强调的第一是啥物？耶稣基督为咱的罪来死啊！咱所信的信仰，毋是一个心灵上的寄托呢？咱的信仰，毋是一个劝人为善的信仰呢？毋是一个精神那尔呢？是耶稣基督伊安怎肉体确实为咱个我的快乐甲愿望啊！耶稣基督伊完成一个罪的救赎啊！对世人中已经个我，咱所信的毋是一个历史的人物那尔呢？咱所信的毋是一个传说人物呢？咱毋是敢若知影耶稣基督这个人那尔呢？你敢有真正相信进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啊！世上的人拢知影耶稣啊，不过咱诚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学生，当咱诚做主耶稣是主的时阵，毋是敢若知影那尔？咱敢有相信入去啊？你敢有真正照伊的话，照伊的教导，讲主啊？我愿意活出你的心意，主啊，我愿意安怎？无过我靠家己啊，主啊，无论我的性命有偌尼啊垃圾误会，偌尼啊无清气，主啊，我愿意安怎？嘿，你看，
主啊，当我拄着困难的时阵，我愿意安怎祈祷交托你，我无搁我靠家己啊。伊毋是一个过去存在的人尔，伊是照伫过去旧约所记载、正先知所预言所讲的迄位弥赛亚。伊为你甲我为着世人的缘故，因为听，伊完成这个救赎的计划。伫咱教会群组内底，我有传一首歌叫做《因他活着》啊。这首歌真有盼望呢。这首歌互咱看见，因为伊活地的时阵，我们能够怎么样面对明天呐？不能按。因他活着的时候，我们能够面对明天呐。因他活着的时候，不再惧怕。因他活着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生命充满希望啊！应该是没有电哦。好，不要紧，有了，谢谢。应该是没电，好，帮我按就好，谢谢。你敢有相信你信靠的迄位是搁我的上帝？兄弟姊妹，你敢有相信耶稣基督毋是干那伫过去带领你的性命，更加毋是你的家族的信仰呢？毋是你家族的主人呢？耶稣基督伊即马活地伫咱的性命的中间啊！耶稣基督毋是干那要带领咱人生面对着一摆的困难尔，伊要陪伴你甲我的性命，面对随时拄着的困难。拄着的风险，伊会搁我除了应验圣经的记载以外，伊会搁我也是一个盼望啊！因为伊会搁我赢过世间的一切，伊是一个搁真搁我的上帝。咱兄弟姊妹团队要问你一项代志，若是你所相信的耶稣已经搁我，你敢有真正信入去啊？你敢有真正相信，当你面对着困难、逼迫的时阵，主耶稣基督安怎真做你的帮助啊？咱敢有紧紧抓住耶稣啊？咱敢有可能把这个搁我的耶稣信甲亲像是安怎无搁我同款啊？把已经复活的耶稣怎么样信到好像没有复活一样啊？敢若亲像你拄着困难的时阵啊？无祈祷呢，敢若亲像咱的事工教会拄着一个真大的挑战的时阵，敢若亲像袂记你爱求主啊！兄弟姊妹，当咱相信咱的主已经过我的时阵，那安尼咱拄着困难的时阵，你应该讲，咱做伙来祈祷啊！咱做伙来求讨主啊！咱做伙来求主帮助咱啊！求主来引带咱即马性命的状况啊！当咱的性命无尊主为大的时阵，当咱失去祈祷的时阵，无参与伫主日礼拜团契生活的时阵，当咱的日常生活无亲近上帝的时阵，咱敢若亲像将搁我的耶稣信甲无活过来同款啊！兄弟姊妹，咱所相信的耶稣基督是搁真搁活的上帝。当我咧敬拜而乐的时阵，我感受到耶稣伫咱的中间啊！今仔咧敬拜而乐的时阵，这歌词咧唱的时阵，是你咧回应上帝，毋是干那即个头前带领者主领咧带领伊咧敬拜上帝，那咧毋是呢？是咱咧弹琴的时阵，游玩而乐上帝，敬拜上帝，因为咱所面对的是咱的主呢。当咱坐踮遮的时阵，咱所面对的是创造宇宙万物主宰的上帝伫你的面前呢。兄弟姊妹，耶稣基督伊常常盼望会当参与伫你甲我的日常生活的中间啊。伊盼望会当陪伴咱的性命，度过每一届的风险。当咱惊吓的时阵，当咱逼迫艰苦流目屎的时阵，伊盼望要甲咱相甲伫地。那安尼，你敢有愿意将你的心门拍开？伫启示录有一节经文安尼记讲啦吼，耶稣伊伫咱的门后口，耶稣伊无安怎，伊无弄门咧，伊咧等安怎？等咱开门互伊入来啊！
耶稣基督也讲啊，凡寻求的就必寻见他。那安尼，咱敢有找求伊啊？这位国我的主，毋是干那咱伫受难酒的时阵，当伊咧行十字架苦路的时阵，才来纪念伊，才来孝念伊。更加毋是伫国外节的时阵咧庆祝伊国外哪尔？兄弟姊妹，主耶稣基督的国外是必须爱咱用咱的性命去经历啊！我们必须要用我们的生命去经历这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啊！那这样子传道要问大家，今天传道的题目叫做他不在这里，那你要不要问我一个问题？那他到底在哪里啦？既然他不在这里，那耶稣在哪里？常常无人甲我问啦，我掠阵讲，咱的会友来甲我问讲，那传道，你今仔日的讲道的题目叫做他不在这里。那安尼到底伫倒位啦？那传道要来告诉大家，既然耶稣无伫即个梦内底，那安尼耶稣伫倒位？咱敢知影要去地找耶稣？兄弟姊妹，你敢有法度去找耶稣？你敢知影要安怎来找求耶稣？咱敢有可能去毋着所在找伊啊？咱敢有可能用毋对的方式来找耶稣啊？咱敢有可能是安怎迷茫的在寻找啊？什么叫做迷茫啊？有找袂到，安怎继续找吼？不过毋是啊，其实耶稣早就一定甲门徒讲要去找伊安尼。耶稣基督早伫要伫行即个十字架的苦路进前，就已经甲门徒讲，伊国外的时阵，伊要伫地找伊安尼。咱来看马太福音28章第7节。恁赶紧去甲伊的门徒讲，即个题材讲的哦，伊已经对世人中过我啦，伊比恁先去加利利亚。耶稣基督一定去加利利亚啦。不过啥都是题材讲的，这敢是题材讲的？是。不过咱来看马太福音26章32节，伫耶稣基督要去到即个客西马尼园之前，就早就甲遮的门徒讲啊。毋过我以后要比恁先去加利利。下一页，有啊吼，讲这个，谢谢。但在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先去加利利亚。耶稣互因搁一摆转去到加利利的所在，兄弟姊妹，加利利是啥物所在？敢知影？是门徒受呼召的所在，是彼得甲安德烈伫海上的时阵受耶稣呼召的所在，也是耶稣基督行生涯上侪的所在。伫即个过程中间，咱看见耶稣伊要搁一摆叫门徒转去到加利利亚，要搁一摆重新聚焦门徒的使命，要搁一摆来提醒、唤醒门徒一开始甲耶稣基督性命相拄的时阵啊。兄弟姊妹，你想象一下，当耶稣基督要行即个客西马尼园的时阵，其实伊一定知影有人要出卖伊，伊也知影门徒的软弱。当伊受了的时阵，门徒出卖伊，刀劈的刀劈，拒绝伊的拒绝伊，好啉的好啉。不过主耶稣基督搁一摆邀请因转来到加利利亚，要互门徒要搁一摆来想起起初的呼召，起初耶稣基督吩咐因的使命，要搁一摆互因想起耶稣基督伫加利利传福音的过程中间，要互伊搁一摆想起来，要互门徒对两者软弱的过程中间得到快乐。下一页，加利利是起初呼召的所在，也是安怎军队耶稣的起点。下一页，谢谢。再下一页，再下一页。加利利也毋是安怎审判的所在，也毋是责备的所在。加利利是一个恢复的所在。加利利是安怎门徒搁一摆受差遣的所在。马太福音28章16节到20节，门徒最后伫即个加利利搁一摆领受差遣，搁一摆来受耶稣的差遣甲使命。
为着安怎要叫因出去啊？随某安怎过程中间，恁两者恁软弱，恁骨抓我，恁伫过程中间好另外，不过耶稣基督有完安怎赢过一切的罪。耶稣基督无责备因，重新将因安怎扶起来，扭因起来，搁一摆要来找起因啊！耶稣伊无伫梦内底，耶稣伊伫你甲我生命中迄个加利利。我毋知你的加利利伫倒位，不过迄个加利利就是你头一摆甲主相拄的时阵，你头一摆拄着主耶稣的时阵。当你互耶稣摸到的时阵，互耶稣医治的时阵，当你互耶稣呼召感动的时阵，迄个所在，耶稣基督要邀请你甲我，转来到你生命中的加利利。你无需要带着任何敢若真完美的形象，无需要。有可能咱拢是有侪的犯罪，有侪的见笑垃圾的时阵，主耶稣讲来到加利利。伊要伫遐等你，伊要接受咱任何的挫败，伊要接受咱任何的伤害，任何的惊吓，任何的无平安。因为主耶稣伊的疼安怎赢过世间的一切，世上无法度有任何的事能够安怎与神的爱隔绝啊！耶稣伫倒位，伊就伫咱的生命中间。当咱无惊吓来到伊的面前的时阵，当咱坦然无惧将我们的软弱摊在他面前的时候，当咱无因为罪会见笑递到互咱见笑毋敢来亲近主的时阵，互咱无去挖去家己啊！伊就伫你甲我的生命的中间啊！亲爱的兄弟姊妹，今仔日咱听见耶稣迄个跨越2000多年的宣告啊，伊无伫遮。已经甲我，这句话毋是要互当初时的俘虏那尔，这句话也毋是干那要讲互文道那尔，伊要对2000年以后的你甲我来讲，伊一定甲我。兄弟姊妹，有可能你的生命即马当伫这个梦头前，好像在坟墓面前啊，好像很失败啊，带着沉重的香料。耶稣讲，咱要来为着记这个耶稣的时阵，无啊！耶稣讲无呢，他复活了。咱耶稣讲故事一定要结束的时阵，咱耶稣讲，咱头前的这个人生敢若无望、无希望，要结束似乎是一个终点的时候，耶稣基督讲：哇，孩子，我复活了。耶稣基督要对你讲，不要害怕。我不在坟墓里，我已经在你的加利利等你啦。耶稣伊毋是伫遥不可及的天边啦，伊毋是敢若亲像坐伫天顶那尔，毋是啊。耶稣伊伫你明仔载要面对的工课内底啊，耶稣伊伫你的家庭关系内底啊，耶稣伫你面对软弱罪恶的时阵的内底啊，伊伫你的背包内底啊。伊伫你流目屎的时阵，甲你同在啊！伊是一个活地的主啊！伊要伫你愿意坦然无惧的时阵，要甲你伫遐相见面啊！伫你迄个所在，当你的绝望的时阵，耶稣基督要对你讲，伊已经为你个活，伊已经赢过你面前所有的失败，无论你面对着甚物款的遭遇。欢乐重大，耶稣基督讲，伊已经告我，耶稣已经为你我来复活。咱做伙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你有告我。主啊，你的告我，互阮知。主啊，阮的生命无论拄着甚物款的事，阮拢已经无搁惊吓。因为主，当阮称你做主的时，主阮知阮生命一切拢在伫你。主啊，阮的过去、现在、未来也在伫主你的手中。主求你帮助阮，虽望阮两者，阮有限，阮的犯罪，不过主你有缘接纳阮，不过主你的保护有缘为阮流出，因为主你的疼，互阮无搁活伫惊吓、活伫罪恶内底。
愿主耶稣，你帮助阮，互阮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互阮无搁挖靠家己，互阮因为主你的听会当开阮的心门，愿意接受主，成做阮生命迄个搁真搁活的主。互阮伫细项事、大项事，阮拢尊主你最大。互阮逐项事拢会当摆咧伫你的面前。主，因为阮相信，你要成做阮生命的帮助甲开力。愿主你的圣神充满伫阮的中间，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日日逐时刻拢会当经历着主你搁活的信息。互阮为教会有侪的见证，互阮的教会会当时常感受到，知影主你踮伫阮的中间。主啊，你一定叫我，主，阮感谢你的十字架为阮流出宝血，互阮会当因为你的宝血，搁一摆最圣、最清气，甲天父搁好。主，阮献上满满的感谢，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咱即时搁来吟一首的圣诗，圣诗149首，圣诗149首下调。美妙主耶稣，万美你眷顾，你本是神，正做世人。主我所信仰，主我所尊重，我欢喜主做我温柔。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哈利路亚，轮唱曲。
即时请咱提出手中的周报。顶周聚会，主日礼拜50人，奉献3360块；主日二18人，奉献860块。拜一妇女团契出席9人，拜三妇女团契拜三受难酒有23人，拜五受难酒有26人，拜六少年团契有11人，拜六青年团契聚会有5人。下主日的事工分配。讲道是潘传道，诗会是李玉杰执事，司琴科剧照长老，同德林凤正长老，甲麦雅慧执事。敬拜第二组，电子琴是黄文婷姊妹，主日乐第二组音控倒步音控是黄家乐、安道、安迪，电脑导演是郭湘婷姊妹。交台是李佩珊甲陈元如姊妹，交通组有刘主义长老甲谢安南兄弟。拜一妇女团契连续假期来暂停。拜三基督会主理是岳东梅长老，司琴刘安迪兄弟。代祷的家庭是刘主义长老。拜四家庭探访，探访的家庭是刘谢丽珠姊妹，同伦德探访是岳东梅长老甲麦雅慧执事。拜六青少年团契是参加青年的特会。拜六少年团契主理刘主义长老。圣经是马可福音14章32节到39节，题目是经圣祈祷。本周的金句记载伫哥林多前书15章第3节到第4节，咱台语、国语的咱各来读一解。请，因为我所受来传互恁的第一，就是基督为着咱的罪死，照圣经所记载，搁有埋葬，第三日搁活，也照圣经所记载。我语，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最重要的就是照圣经所说，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3天复活了。咱关心教会的消息。今主日是一年一度的过活节，举行过活节赞美礼拜，由圣乐队甲主日学来献诗，纪念主耶稣为咱的罪死过活的日子。礼拜后每赠送每人2粒的过活卵，表示过活的主活伫咱的生命当中，彼此来祝谢。感谢柯平安长老来奉献过活节的鸡卵，妇女来帮忙煮卵。愿主赐福因的服侍。礼拜后也有举办爱餐，邀请兄弟老婆参加用餐来交谊。第2点，下主日4月12礼拜后要召开中执会检讨母亲节、圣神感恩节、野外礼拜的方案，请咱的中执老部报营参加会议。第3点，下主日4月12有会计报告3月份收支的账目，并举行4月份的庆生会。受请的名单如下，我称呼来简略：有李玉杰、李婉欣、黄思琪、刘文典、聂秀琴、张家稳等。愿主祝福，生日快乐，福杯满溢。第4点，屏东中华大专青年事工部举办青年特会，讲师是刘子俊牧师，地点伫林乐长老教会，时间是4月11拜六暗时7点到8点40。报名的兄弟伫同工暗时5点50伫教会集合来出发。第5点，本会定伫4月18拜六暗时7点半要举行教群团道的欢迎会，请兄弟踊跃来参加。第6点，高雄中华财务举办财务研习会，日期是4月18下晡点半到5点半，地点伫高雄中华事务所宣告大楼5楼内的会议厅，请本会会计人员
甲出入以及各团契会计人员出席来参加，费用每人200块，由教会来支付。要参加的兄弟，请黄定秀长老来报名。第7点，本会妇女团契手工班创意编辑手提包，日期是4月25拜六下晡2点，地点伫教会1楼，材料费150块。咱报名顺续来缴费吼，请咱的姊妹当踊跃来报名参加。第8点，高雄中华教社部举办初级急救员的证照训练，有 CPR 甲 AED 的操作，创伤包扎甲骨质固定。上课的地点伫德和教会，时间是5月16拜六到5月23拜六上午8点到下晡5点。报名费是800块，有意愿的请往咱的团队来报名。报名到4月26来截止。主日的正道是伴团道，圣经是约翰福音10章1节到10节，题目是我是羊，主的羊。咱有大道的事项是为着拜1到礼拜日的逐项的事来守望大道，按照每日的项目来祈祷。也有特别提名，为着病痛、为着年长的、为着心灵甲生活的，咱拢通提名来代祷。下面有教会奉献的明细表，咱家己来看，若是有错误的，请往咱的李敏秀执事来更正。我来报告金主日的奉献。月定奉献11人有32700块。感恩奉献有11人8700块，这期的现金有4人2000块，建堂现金有5人10000块，妇女团契的现金有1人1000块，相连团契1人1000块，礼拜现金有52人6880块，总共是62200块，请咱起立来念奉献诗。平安，是感谢上帝。其实这段时间拢无机会甲大家来感谢人吼，真欢喜会当甲大家未来做伙来起做教会，做伙来同工。我想这是一个新的开始，特别咱的教会除了升堂以外，所落来5月31号，咱要来举行这个风暴个献堂兼就任啦吼，所以咱是一个对中央教会来讲是一个真大的日子。毋茫咱的兄弟姊妹，若是中日来甲你邀请的时阵，咱大家做伙来发挥文书，咱做伙为着咱的教会伫5月31号迄天，咱做伙将即个时间拨出来，咱做伙用你的文书，用咱的时间，用咱的逐人的肢体，咱做伙伫迄天，咱做伙来起造教会，无论是招待，无论是遮的有可能要来发纪念品等等的吼，有需要人斗唱歌的，也毋茫咱的兄弟姊妹，咱做伙相合来起造教会。我想起造教会毋是干那负责的人咧起造那尔，吼，咱每一个坐伫遮的众兄弟姊妹，中分是咱的教会，咱拢是肢体，所以咱也做伙来协助咱的长老甲执事互因的服侍会当有兄弟姊妹做伙来三扶持，做伙来三经，互迄天的典礼拢会当来顺利来完成啦吼。也欢迎大家会当有需要我祈祷的，会当打电话来互我。有兄弟姊妹拢一定有打电话来甲我来沟通，甲我来祈
祈祷，也欢迎你来敲电话来跟我约时间，若是你有需要会当二周间的时阵跟我约时间，也是敲电话团队最愿意为你来祈祷。所以来要来鼓励咱的兄弟姊妹即个高雄中会即个举办的即个证照训练班伊毋茫逐间教会拢爱有2个人来参加啦我想这是一个真好，因为咱咧礼拜的过程中间，其实也有可能有人会有需要伫过去我咧教会服侍过程中间，也发生过，就是讲有人向分离啦所以即个时阵就是爱有即款训练的人有伫个会当做即个第一步的帮助啦所以若是你有感动啦因为时间有较长，不过因为伊这是有证书啦就是讲即2天上了是有证书啦所以伊有另外一个方案，就是讲你若愿意诚做高雄中会随时，比如讲若发生啥物意外、天灾的时阵你会当免费报名即个班，不过伊有一个条件，就是讲若是有意外、天灾的时阵，高雄中会教社部若是要召集的时阵，那第一个我们就是被招的那个成员啦所以兄弟姊妹我真毋茫咱的教会有兄弟姊妹愿意来投入伫即个事工内底啦因为那更多的人有这样子的救护知识对咱教会是有真大的帮助若有要报名会当来找团队若有人报名团队迄天会即2天拢会开车载恁去所以若是有意愿有感动的咱做伙来报名。后主你也请中集来注意啦咱要来检讨母亲节个圣神降临节了礼拜，以及咱5月31号的这个红母献堂就任的事宜啦也就是讲，其实咱的中集会伫所落来会有侪的活动需要来备办啦所以毋茫咱的兄弟姊妹，毋是干那5月31日献堂中集邀请需要来参与以外，其实有侪遮的事工啦也欢迎兄弟姊妹，咱的教会有侪的事工，拢真欢迎你来参加，因为这是咱的教会。当咱也愿意参与伫即间教会的时阵，当校口的人会来感受到咱的教会无共款，咱的教会充满活力，咱的教会充满疼，愿意彼此扶持，咱的教会的人拢愿意讲造就人的话。所以兄弟姊妹，咱做伙伫所落来日子感谢恁邀请我做伙伫中分教会，咱做伙为上帝国来拍拼，咱为着中分即个所在来拍拼。更加重要的是，咱来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为咱的青年来祈祷，也为着咱的即个中职，也为着团队来祈祷。我相信当咱用祈祷，用上帝的话语诚做根基的时阵，咱的教会无论拄着啥物款的挑战、风险，咱拢袂摇煞。以上报告。这是咱来吟上元499首，上元499首，延光归圣父上帝，延光圣子圣神三位一体。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无穷无尽。请咱起立金泉首，金丝刷挽，请团队来祝祷。所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角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